搏。會唔會已經整壞部機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改機 L， 我係軒叔。我哋每星期都會出片講一啲舊遊戲以及改機嘅資訊。如果你對呢啲知識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一有新片就會即時通知你噶啦。新年嘅時候有幾位親戚朋友俾咗3部壞嘅 MacBook 我，sorry， 應該係3部好有特色嘅 MacBook 先啱。問我可唔可以幫佢哋維修，今日就會試下將原本壞嘅嘢再整得壞啲啦。眼前呢幾部呢，就係壞嘅 MacBook 啦，呢部就係 MacBook Air 嚟嘅，2011年嘅版本。哇，數數手指呢都15年前嘅 product 啦，表面上都冇乜嘢咁，都幾新淨。後邊有一個位係凹咗嘅，咁呢個凹陷嘅情況呢，好明顯係因為部機幫機主擋過子彈而造成嘅。我 feel 到係同黑手黨有關，不過啲秘密嗰啲呢，唔可以講咁多，如果唔係會減陽壽啊嗰啲呢，好麻煩。打開去睇睇先啦，佢個膜唔知咩事呢，裂晒咁樣嘅，好似平時 Game Boy 見到嗰啲皮蛋嗰個狀態啦。同埋打開嗰陣呢，有陣機油味。根據我經驗呢，就係一啲電池漏液嘅情況啦。佢有跟一個火牛嘅，咁啊睇下佢着唔着啦。佢就連叉電個顯示燈都冇着，嗰個可以維修嘅希望唔係咁大，所以呢部就封印咗佢先。有冇朋友覺得裏邊會有一啲嘅零件可以用到？歡迎留言分享下啦。OK， 第二部啦。佢個套咧幾靚啊，部機應該都係10幾年前嘅機啦，用咗10幾年，睇翻啲紋理同埋啲 detail 位都好仔細。呢個叫 Moshi 定係 Codex 啊 ？OK， 我自己都 search 咗啦，叫做 Moshi 呢個牌子幾靚喎，佢啲 product 都睇翻裏邊啦，就係2009年白色嘅 MacBook， 呢部嘢幾經典嘅。因為佢係 MacBook 嘅系列用咗膠殼嘅設計啊，同埋個 design 用呢家嘅角度嚟睇呢都係幾靚嘅。又試下開唔開到機先啦，係冇反應嘅。佢都跟咗個火牛俾我，咁啊試先啦。不過呢個位係唔啱插嘅，所以就試唔到啦。咁我上網 search 過啦，買翻同一個呢個嘅火牛呢都要100幾蚊。我又唔知部機着唔着到，咁我就冇買到啦。如果有師兄有呢個火牛呢，借一借俾我睇下 work 唔 work 啊？咁我之後再還翻俾你哋啊。最後一部呢，就係呢部 MacBook Pro 啊，機上邊有一個面殼，上邊貼咗一隻貓仔嘅貼紙。呢部係一部2016年推出嘅 MacBook Pro， 哇，都成10年前嘅電腦。試下開唔開到機先。佢都有一個火牛俾我，又試下插電着唔着先，都係冇反應啊，可能差少少電會好啲。其實真係估佢唔到，插咗一陣之後呢，佢個 touch bar 竟然着咗，撳個 keyboard 呢，個 touch bar 都有反應，但係個熒幕就冇畫面啦。成件事都好古怪嘅。我覺得其實部機冇壞嘅，只不過係個熒幕冇畫面咁解。之後我就嘗試接駁去熒幕嗰度啦。呢部唔係 iMac 嚟嘅，之前我用 iMac 改裝成嘅顯示器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呢，可以睇翻呢條魔改嘅影片。佢係可以正常顯示到電腦嘅畫面嘅，希望可以整得翻啦。依家我都係用緊 ROG Ally 去剪片，整得翻呢就有部 Mac 機用啦。但係呢部勁啲定係 ROG Ally 勁啲㗎？上網做咗啲 research 啦，咁遇到呢個情況呢，可能需要 reset 翻部機嘅 SMC 同埋 NVRAM， 結果2樣我都做晒，都係冇畫面嘅。我又做咗啲 research， 有2個方法可以測試嘅。一個方法就係
開合部電腦，如果後邊條背光排線老化咗嘅話，去到有一啲嘅角度可能會見到有畫面嘅出現。第二個方法就係用電筒照射個熒幕，如果見到隱約嘅畫面，就代表後邊嘅背光有問題。結果用晒兩個方法，個熒幕都係完全冇畫面嘅。的話都唔係呢兩個嘅問題啦。如果成個熒幕換咗佢嘅話，就需要500至600蚊嘅人仔。但係睇翻二手呢，買翻一部冇問題嘅機呢，只不過係1000蚊，咁所以係唔值得換個熒幕嘅。咁會係咩原因呢？咁之後我就上網又睇咗呢條片，咁佢就話咧，呢個 MacBook Pro 嘅型號呢，如果呢粒嘅 IC 有損毀嘅話，就會導致到完全黑畫面嘅。咁只要換咗呢粒 IC 呢，就可以救翻呢部 MacBook Pro 啦。咁我其實都唔清楚，因為佢有啲好專業嘅儀器去分析嘅。但我覺得呢部 MacBook Pro 個情況就比較似呢個狀態。咁最重點呢，就係如果圖 X 買粒晶片嘅話呢，只不過係10蚊啫。所以我就諗，不如搏一搏，試下夠唔夠得翻啦。最近我就買一支新嘅電動螺絲批，佢有一個撳彈嘅設計，撳一撳佢裏邊就會有一個螺絲批嘅套裝彈出嚟，裏邊都有好多唔同頭可以用嘅，都好足夠噶啦。但係我就覺得咧，每次拎呢嚿嘢出嚟，又會多咗個外盒喺個台上面，工作嘅台咧已經細噶啦，多嚿嘢咧，我覺得好唔方便。然後我就用 3D printer。整咗一個可以安裝喺台下邊嘅裝置，螺絲批都係我經常會用到嘅工具，放喺台下面。當我需要嘅時候，撳一撳佢就會彈出嚟，用完撳一撳就可以收翻埋去。平時佢又唔會有個外盒阻住我工作。另外，我都增添咗好多嘅工具，去方便我喺台面上面拍攝嘅工作。例如用咗呢啲嘅手臂，就可以控制台上面嘅燈光同埋相機嘅 movement。呢條片一啲衝擊性嘅電影感鏡頭，都係由呢啲手臂去拍攝。我仲會拍多一條片，去分享點樣用 3D printer 去 set up 呢張台。仲揾緊一個嘅產品啊！之前我睇 Van 仔介紹過可以伸縮拉長嘅 USB-C 插電器，我就會放一個喺台底，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拉出嚟用。我都會 send 一啲嘅 email 去一啲嘅廠商，希望會有廠商嘅贊助支持啦。如果唔係就拼多多咯，窮啊嘛！等咗幾日，我終於買咗粒晶片啦，可以開始拆開部 MacBook Pro。因為 MacBook Pro 入邊有好多粒細嘅螺絲，唔同嘅地方長度都會有少少唔同，所以我就用張紙去抹低佢，再貼一啲嘅 boot tag 喺上邊，然後黐翻螺絲嘅位置。咁之後就唔會唔記得邊粒螺絲打邊粒螺絲啦。拆開咗後邊嘅面板，第一件要做嘅事就係拆開電源嘅排線。哇！會唔會已經整壞部機啊？咁啊，用翻個膠嘅工具啦。之後我就會拆開連接熒幕嘅排線，然後再插返去。砌個 PC 都會知啊，有時啲線插唔實就會冇咗畫面。做返個測試。點知都係一樣冇畫面，之後就要繼續拆塊底板出嚟。MacBook Pro 有15至20條排線需要拆，
好，終於搞掂啦！拆埋底板嘅散熱片，入邊就會見到今次需要換嘅晶片。今次會用風槍去進行焊接，我都係第一次用嘅啫，所以未必用得好。如果大家發現我有啲咩用法有問題呢，可以留言教下我嘅。首先我會落少少助焊劑，然後就用風槍校到300至350度，慢慢加熱。用個鉗推一推個晶片，如果晶片會喐嘅話呢，就代表佢已經焊甩咗㗎喇。由於成個過程呢，我都好緊張，咁所以我又唔記得撳錄影。之後又放返塊新嘅晶片上去，再用風槍焊接翻塊晶片上去，咁就搞掂啦。塊晶片我就換咗啦，咁但係呢，我就發現呢，隔離嗰粒陶瓷電容唔見咗，可能啱啱俾風槍嘅風吹走咗，我揾咗好耐都揾唔到。之後我就問咗 AI 啦，如果冇咗個零件，咁部機會唔會冇事呢？佢又答我可以試下開機先嘅，因為可能一啲唔重要嘅零件唔會影響到佢開唔到機。於是我就拆翻晒所有線，試下着唔着到啦。結果係連着都唔着嘅，咁啊唯有揾翻嗰粒零件，然後又上淘寶買翻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呢粒嘅陶瓷電容呢，非常之細粒，仲細過粒米。搞咗好耐呢，終於放到上去啦。再用風槍進行焊接，搞咗成個鐘呢，終於搞掂。然後又砌翻好晒所有排線。開機做個測試，結果係都係一樣冇畫面嘅。最後我睇翻部機，我發現呢，佢本身嗰個螢幕呢都冇得選擇，亦即係呢部機係認唔到原本嘅呢一個螢幕。有兩個可能性啦，第一個就係個螢幕連接唔到塊底板，亦即係連接螢幕同埋底板嗰條排線嘅問題。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個螢幕根本就壞咗，所以就認唔到啦。咁亦即係呢，我之前做過嘅所有嘢都係做錯晒噶啦。最後我覺得呢，唯一可以做到嘅就係買翻一條連接螢幕嘅排線，試下可唔可以着得翻個螢幕啦。因為呢條線呢都只不過係10蚊啫，結果都係失敗咗，好遺憾啦。今次唔可以維修到呢部電腦，最後我就拆咗個螢幕出嚟，將佢變成一個只有 keyboard 嘅電腦，配搭翻我之前改裝過嘅 iMac 螢幕。呢部就係 iMac Pro 啦。一部壞咗 mon 嘅 MacBook Pro， 加上一部壞咗電腦嘅 iMac， 佢哋兩個啱啱好就互補不足，成為一部完整嘅電腦。
又可以再戰唔知幾多年啦，配埋一齊呢，我個感覺呢係完全冇違和感啊！因為兩個都係 Mac 機嘅設計啦，直情你會覺得係好似同一個嘅 Apple 嘅 product 咁樣，估唔到成件事會咁 match 嘅。想支持呢個 channel 繼續運作，可以 pay me 或者俾 Super Fans 課金支持嘅。如果唔想課金，都可以俾個 like 或者留言講聲加油。今日呢條片係咁多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